求治伤寒论啊，袂止喙焦呢，你若啉保特瓶的茶呢，保特瓶内底水若灌一灌，结果你看湿气太重了。你看这里还有讲到喘呢，痰的多呢，水克土啊。说痰来自于脾脏啊，脾属土啊，然后水克土啊，喝太多的水，你看不行，一下子喝太多的水，那为什么会不能止渴呢？袂止腰呢？袂止喙焦呢？太热了，肺火，肺的火气大了，肺火。不要工作太辛苦了。